最印象深刻咧係佢喺呢個賽事裏邊個入波過程啦，當然同埋同隊友嘅配合，因為佢哋平時喺呢個訓練上高咧係做唔到佢哋嗰個競技嗰個心態啊嘛。咁喺我仔仔嚟講咧係第一次參加比賽，所以佢其實好緊張嘅。但係見到佢喺緊張嘅時候，亦都自己知道自己臨場嗰個發揮啦，要點樣做先可以同隊友配合到，同埋喺訓練平時嘅做嘅時候咧，做到嘅動作喺比賽嘅時候做唔做到咧？如果做唔到，佢自己可能覺得要喺之後比訓練咧會更加要加倍努力先做到喎。一定有好多幫助。首先，其實我覺得點講咧，佢哋會有一個正面嘅睇法啦，因為自己練波可能未必會話見到對手強弱，咁佢哋遇到唔同嘅情況，可能遇到弱嘅對手，佢哋點樣去調整個心態去繼續取勝啦，或者好似今日咁遇到好強嘅對手啦，佢哋挫敗啦，咁佢哋點樣喺個失敗入邊學點樣要起翻身，繼續努力去奮鬥，盡最後一努力去贏一個比賽或者去完成一個比賽。咁我覺得呢樣嘢喺呢啲聯賽上面都可以令到佢哋明白好多咁樣咯。我覺得小朋友嘅心態，尤其是喺呢個年紀嚟講，其實佢哋心理壓力係大嘅。頭先即係睇到唔同嘅比賽都見到，心理壓力越細個越學識去處理，其實無論對佢將來踢唔踢波或者將來嘅發展都一定有幫助。所以其實我好鼓勵小朋友去參加多啲呢啲比賽啦。咁尤其是足球比賽係一個團體嘅比賽啦，一個人嘅力量贏唔晒。咁其實喺呢啲咁樣嘅比賽，可以透過呢樣嘢去令佢哋明白一齊去贏一齊去輸嗰個即係團隊精神。咁其實對佢日後任何嘅嘢都有幫助咯，係啦。我係古木心，我係8歲，我嚟自灣仔球隊。最後一場，因為我哋贏俾英雄5-0。我想參加呢個類比賽，因為可以有輸同埋贏嘅缺點同埋好點，可以跑步快咗好多，同埋可以認識好多新朋友。